这个总统大选过了后，国际是真关注台海的局势。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就强调讲，确保台海的和平，伊嘛来批评中国这几档的做法实在是唔正样。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伊也讲，台湾是真重要的盟友，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就是日本的大方向。也那中国的国台办伊是表示讲，统一才会当解决问题，民进党袂当代表主流民意。 台湾总统大选了后，台海局势受到大家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一时间发声明恭喜，早了接受美国媒体专访，讲到台湾选举的结果的时阵，强调美国甲全球其他的国家上较关心的就是台海的和平稳定，未改变现状，要个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任何意见无同的所在。嘛批评中国最近的做法是让感觉真反感。I think the approach that they've shown in recent years has actually been totally counterproductive to their interests. By trying to exert pressure on Taiwan, economic pressure, military pressure, diplomatic pressure, isolation, it's only reinforced many of the very people that they don't want to see.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6日在日本东京电视台节目录影的时阵，嘛头一摆回应台湾选举的结果，强调台湾是有共享价值、真重要的同伴。和平解决针对台湾的各种问题是日本的基本方针，未来嘛袂改变。 发言嘛，互看作是展现出对台湾新的政治状态充满期待。台湾は日本にとって自由、民主主義、基本的人権、法の支配といった基本的価値を共有し、緊密な経済関係と人的往来を有する極めて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大切な友人であります。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几个国家的祝贺，嘛引起中国的不满。中国外交部甲几个国家提出严正交涉。 国台办17早起举行新年头一场例行的记者会，发言人先讲到习近平新年的贺词，伊讲只有实现祖国统一，才会当结束两岸长期政治对立特殊的关系。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选举结果撼动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还有媒体关心台湾选举的结果。 但美华强调讲，民进党袂当代表岛内主流的民意，嘛几啊届讲到九二共识甲一个中国的原则，强调敢若有安尼，两岸才会当展开沟通对话。记者综合报道。